貴金屬價格持續創新高，金價首次突破$5100一盎司，銀價創2008年以嚟最大單日升幅。紐約期金收市報$5082.5一盎司，升$102.8，升幅2%。紐約期銀升穿$117，收市報$115.504一盎司，升14.171，升幅係12.2%。現貨金價升穿至$5110以上，其後升幅收窄，金價喺$5000水平徘徊。今年以嚟，金價累積升幅1成7，白銀價格年內累升超過50%。世界黃金協會認為各地央行、亞洲同發展中市場持續增持黃金，加上地緣政局多變等嘅因素影響，金價持續上升，目前難以預測金價水平。並提醒，若果美國未來幾年推動經濟高速增長，通脹溫和，債務下降，或者會影響金價升勢。